卫福部昨昏公告修正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，要求卖食袂当找钱了后，就无洗手去碰这食食，限期改善，若准无做到位呢，就会来罚钱。真侪店家开始伫咧烦恼啊！卫福部长邱泰源今日强调，卫福部会大声来辅导。就署长也建议讲，店家会当互人客家己找钱，或者是使用电子支付。 卫福部是药厂的食安新制度上路，有一部分的小食单业者是紧张噶，但是有业者表示，为着顾虑食安的问题，所以过去早都有传水槽含水桶，只要有碰到钱，就会随洗手。我们有说要不要找，他不要找，你先放着好，再来我们要找就是去洗手。先讨论一下，研究一下，多听取做吃的一些意见。 再来采纳填支付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哈，这个要有一个时间来处理哈，这个我们不反对了。真侪小食单业者对新制有无同款的意见，有人认为，若是一个人经营作业是真恶，佮专工请一个人来找钱收钱。卫福部长邱泰源电报的立法院表示，新制主要是希望所有人把食品卫生顾好。刚开始也都会以辅导，所以请大家安心。然后我们希望，我们在卖东西然后找钱的过程当中，尤其食品的当中，我们多注意一下。是由署长邱庆公是强调会无限期辅导，等到社会有愈侪共识了后再来执行。不过伊嘛提出建议方案，包括互民众家己找钱付钱，也是使用技师来结。另外，若是像讲电子支付，嘛是会当考虑。 多使用这些电子支付，毕竟大家手机拿出来一扫描一刷就好，这可以省掉几个问题：算错钱的问题、找错钱的问题。 台北市目前有使用电子支付的大商，包括南门市场、还有临江街夜市等等的业者，只要扫 QR code， 消费者就会当付钱，店家嘛免去摸到钱。原来专家是建议，若是要减少大商摸到钱污染食食，电子支付是一个方法。不过前提是政府都来综合辅导和补助的配套，安尼才会当来压悬电子支付的使用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